何必狂轟陳淑芬話小心遺臭萬年。因為我講明呢個都係一個商業活動，我冇話到呢個係一個慈善 show 你嚟睇。講到明商業有盈餘就梗噶啦。有雜誌報道，啱啱完咗嘅懷念哥哥10周年，總收入近2000萬，扣除嘉賓象徵式嘅車馬費，哇，條數觀眾自己計啦。嚟緊6月1號，肥姐生記嘅5周年紀念 show，陳太都有份搞。肥姐生前好友何必，尋日出活動開頭都話考慮參加噶，但提起陳太疑似斂財2000萬，如果俾我知道佢係有啲咁嘅目的嘅話咧，你係想叫我幾難？咁所以佢搞啲嘢，佢自己中飽私囊咧，只有佢自己咧係遺臭萬年嘅啫。一啲嘅咁嘅尊敬，一啲咁嘅懷念，你都做唔到，而走去借人哋嚟到做一啲私欲，咁我點解要支持啫？但係聽講今次係為肥姐達成遺願，幫欣宜踏上紅館舞台喎。我就覺得啦，肥以前對欣宜嗰個期望，俾咗欣宜太大壓力，我覺得唔係一件太好嘅事嘅。喺呢方面咧，我倒轉對阿肥我有意見添。咁如果咧其他人係想借呢一個阿肥嘅願望嚟到搞一啲其他巧立名目嗰啲嘢咧，我就真係對佢嘅做法咧有懷疑啦。不過何必話，無論點做都唔會影響過身藝人喺 fans 心目中嘅形象啊！